無痛胃腸鏡、體檢、日間手術、住院手術，跨境醫療已經成為潮流。你係唔係都考慮緊去體驗一下內地嘅醫療呢？我這種應該去哪家醫院比較好？去內地醫院仲要再檢查多次呢？又係唔係正俾呢啲問題困擾緊？如果你考慮去內地就醫嘅話，大灣區醫療集團可以為你提供以下跨境醫療服務嘅支持：健康評估、預約專科、陪診服務、保險直付、診後隨訪、健康檔案，而且有香港家庭醫生全程支持，令你嘅跨境就醫旅程安心又放心。喺香港，你可以向家庭醫生諮詢關於內地就醫嘅事情，結合你嘅健康狀況同需求，香港醫生會負責寫轉介信到專科，而且請你簽好保險直付嘅申請書。接落嚟，大灣區醫療集團嘅客服將會同你聯絡，幫忙預約同確認內地醫院就診嘅時間，並協調所有就醫嘅安排。請喺預約時間內到內地商保指定醫院嘅港澳居民健康服務中心，由健康管家為你安排手術或住院手續。喺手術、住院期間，健康管家食掛工陪診、住院流程代辦、直付結算等事情。治療結束返港後，香港家庭醫生會為你提供診後康復跟進。喺得到你嘅授權之後，香港家庭醫生能睇到你嘅內地就醫記錄，並且為你提供個性化嘅健康管理建議。大灣區醫療集團以專業、細緻、國際化嘅醫療標準，令客戶獲得高品質嘅健康管理服務。